来看在地人在地情，福林馆北港这是花顶的原乡，也毋过随着时代改变，做花顶这项传统的工艺面临失传的危机。为了传承这款的文化甲技术，北港朝天宫当年拢会特别赞助在地学校办花顶的演习营。这学生拢认真地做这花顶，因是来自北港每一个学校这个老师。为了继续传承这个文化，北港朝天宫当年拢会邀请镇内学校的老师，甲有兴趣的乡亲，伫工艺师的指导下学做花顶。这个讲师吴定兴表示讲，这学员的作品将伫明年的元宵节来做展示，希望讲为北港的老街加添美丽风景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